什么是森林？你敢知影？就是惊这个是土啊，最侪树仔的所在安尼，有碰刺啊。鸟啊安尼，有诶较迄深山就有会看到长尾山鸟。森林导览员是咧创啥物啊？哈？伊就是介绍一寡树仔啊，一寡动物安尼。是哦，所以你有熟悉哦。嘛无算足熟悉。啊，我就想要看伊，毋知你创啥呢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自我前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找人上盖高。总算到位啊！有够忝的呢。哇，你看，这足水的呢。哇！啊！是哦。哇！这树啊，生了足悬的呢。金蕉，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树啊？哈？我唔知呢，啊！这花咧？我嘛唔知。啊！哦！那汉尼爬起遮尔啊辛苦呢，结果啥物花、啥物树啊拢唔知，实在足可惜的呢。阿高，虽然我唔知，不过咱好去找知影的人啊，行。这都有人哈。金蕉，找着。第一个线索，装逼；第二个线索，森林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森林导览员，毕竟爱爬山、爱翕相，对大学就开始研究森林甲生态。甲因太太 Miki 拢是真爱森林的教育工作者，即马嘛有负责关务游客中心的营运。要做一个森林导览员，爱有专业知识甲亲切感，上重要的是对山爱真有爱才会使哦。嘿，你好，请问敢有啥物需要服务的所在？你好，我是金蕉。我是阿高。你好，阮两个啊有兴趣，想要做导览员，敢会使？哦，想要做导览员？嘿，会使是会使啦，啊，毋过爱豆豆啊学习呢，啊无恁先来做我的助理试看卖好啊。好。你看遮个册啊？哦，你若要来遮做导览员吼，就爱甲看好了哦。这么济哦？对啊，这就是咱若要熟悉这个所在，包括环境啊、生态啊、人文啊、地理啊，等等等的。哦，你看，这拢爱知影，才有法度去回答游客问题啊。金蕉，你爱较认真看的哈。小等下，阿高，做伙看。我买哦。除了看册，了解关务的基本常识，毕竟阁会固定安排时间，替遮的同事上课继续进修。大林，你有感觉倒位怪怪无？倒位怪怪。咱四周围拢有迄白白烟呢，是毋是迄要来啊哈？迄要来啊？就是迄啊。白鼻啊，你莫伫遐咧乌白讲啦。迄白白烟吼是雾，是一种水汽。水气，敢袂当当作汽水哈？会使啉无？毋是啦，是咱吼伫山内底开车，温度愈来愈冷，空气内底的水汽吼，就会变成细细粒仔的水珠哦，过来哦，就会变成雾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哇，我想想感觉，这罗曼蒂克的呢，大林，大林，较正经的啦，即摆咧开车啦。各位观众啊，你若是开车拄着迄大雾吼，
爱记得甲车顶泡开，才安全哦。看头前啦。真正狗，嗯你看这个景有水无？嗯，足水的呢。哇，啥物拢看袂着呢。对啊，白白的安尼咧。白白安尼足水的。对啊，这是一种足特别的景哦，毋是伫所有所在拢看会到的。这白白的景，这是啥物景呢？这就是蒙雾的景。若是伫台湾啊，咱爱来甲即个像关雾即个海拔2000公尺的所在，较有机会看到哦。这敢毋是云哈？对啊，这甲云有啥物无共款对哈？哎呦，这个问题足好的哦。安尼，阿狗你家己要先要看觅无？云甲雾有啥物无共的？啊，云较轻，云较悬，有云会变乌呢。云会落雨。啊，云伊会飞来飞去啊。哦，其实吼，云甲雾其实是足相共的物件。要讲因是共款的嘛会使哦。因伫啥物时阵是无共的呢？就是阮徛的即个所在，阮看到天顶有迄一圆一圆的水汽，迄是云嘛。啊，这水汽咧，因若是来到咱的身躯边，安尼这就变雾啊。所以咱即马咧，其实就是浸伫咧云内底。哦，浸咧云雾内底。嘿，对，安尼毋得甲新鲜共款。啊，咱做新鲜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新鲜。其实关雾毋是敢若白茫茫的一片，伊嘛是有足侪无共款的模样。你看，遮尔大片的云海，是毋是足水的？哇，头前足水的呢，我要先去看觅啊。好。毕总嘿，我看你拄仔咧行路的时阵，为啥头拢咧咧？伊咧看头壳，你心情无好？无啦，我倒来看涂骹有啥物趣味的物件。趣味的物件。对啊，你无看到吗？遐，你这你看这。看这要创，这张已经冷去啊。呀，你看哦，阮若是伫野外看到即种生了无共款的叶啊，咱就会去想讲啊，为什么会生做安尼？啊，像即种安尼破古啊，毋过伊本身无死去。我知，我药伫遐是姜啊。哦，厉害呢！真的哦。嘿，这我的药就是姜仔食的分食。哦。这就是伊的食物。对。毕总，你听，迄鸟安那像咧唱歌的。真的呢，像即马阮听到的，有一个声是乌鸦的亲情咧叫的声，嘿，就是科的，因的声较大声，迄种。佮有一个声较幼的，较幼的迄种声。你有看到吗？这飞过的这群，这群是一种花蜜啊。花蜜啊？嘿啊，你详细看伊的头。头安怎？伊头壳顶是毋是尖尖，看起来尖尖？尖尖。嘿，足特别的哦。嘿，你拄好，我穿的衫，即只就是。嘿。哦。甲你的，甲我即只嘛共款。哎呀，甲你共款呢。对。你嘛是花蜜啊？我就是冠羽化美花蜜。你是金蕉花，你是金蕉花蜜啊吧？金蕉，你稍等我者，我去捡物件，你看。哦，你看，互你摇，这是啥？哦，你讲。比赛。嘿，你讲对一字。赛，这动物的赛，对，这动物的赛。我鼻看卖会使。好，你试看卖。无你先鼻好啊。我鼻啊。好，你。我摕只。好，你。无味咧。对啊，其实无啥味嘛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是食素、食菜的动物放出来赛，所以无味，无臭味。对。会使啊，你要去看卖无？我去看卖啊。好食，赞哦。你嘛食看卖，袂歹。啊，袂记你甲你讲啦。食国家公园袂使有白食物件。袂使，对啊，我无食。我就知，差点你。哇，这的树啊，拢足悬的呢。哇，阿狗。哦，你哪行遐紧啊？我甲毕总啊，拄拄啊，哪行哪找，找到足侪特别的物件哦。啥物特别的物件？我嘛要找。我发现每一项物件经过毕总的解说了后，拢有因伫遮生活的证据。森林实在足趣味的，大家拢爱家己好好啊保护。阿
家你拄啊无甲咱做伙找物件嘛，嗯，为着要补偿你，咱就来心识一下，咱做伙来找宝藏。宝藏，敢是好食的物件？还是内底有金银财宝？无啦，这是阮甲苏北国家公园做伙设计的课程，为着要互大家较紧来熟悉关于这片象牙。咱等一下吼，就会来开始来找这片森林下骹，这个土骹有啥物趣味的物件，恁就甲捡转来。啊，咱集合了后，咱甲做伙来看，大家捡到啥，会当来讨论研究一下哦。咦，敢若真趣味呢？好啊，我一定会找到上特别的。我找到的才是上特别的啦。这个，不过这看起来伤普通啊。不过这四个拢是啊。不过这伤大机啊。哇，这个袂歹，敢若亲像白无腻呢。哇，这个亲像红豆啊，足古水的呢。哇，这个红的有够古水的呢。我找好啊！我嘛找到啊。哇，哦，足厉害呢！阿高，我看你找到啥？嘿嘿。这种是我找到的哦。哦，不是讲干那拢找一项，你也找着这多项啊？足厉害呢！我就感觉这个拢真特别，真古水啊，拢是我找到的宝贝哦。看阿高算个遮尔欢喜，会当了解环境，佮会当熟悉这片森林，大家是毋是足想要来遮体验看卖？哇！耶！研究阿狗，做人上界人。毕忠哥哥，你即马要闯去倒位哈？为什么爱地这？哦，地这啊，头壳顶的电火，就是要互阮入去到迄暗面枢鸟的树林内底做观察啊。啊，观察。伫遮埋所在做观察，是会当观察着啥？因照你看，阮拢会特别照这石标顶悬的空，去找看卖内底敢有带物件，因为内底是一个较湿的环境嘛。所以而且佫会当避风，所以动物足侪拢会当拢介意秘伫内底。你看，内底是毋是有物件？嘿咧，啊，咱详细看一下。水鸡，嘿，看起来敢若是皮肤顶悬有一粒一粒的酱籽。酒鸡，一粒的酒鸡。对，咱看到这叫做盘古蟾蜍的酱籽。这有一只虫咧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只，真的呢，哦，今朝你目睭出来呢。对啊，这只敢是虫？嘛是虫啊。这只，哦，哎呦，你搁发现另外一种。嘿，所以真会看到这个虫拖。无同款的虫伫遮。对，虫拖较容易看到。咱可能着种啊，咱先甲电火先浸好花无？电火金花，头的嘛爱浸嘛。浸好花。啊，拄啊，敢若看到火金菇的。火金菇？对。我以前看迄火金菇拢是热天的时阵啊，即马遮寒着，寒天敢有？遮较悬山，咱会当看到另外一群火金菇，伊是伫秋天、冬天的时阵较会出来。是无共款变倒是热天才看袂到火金菇。所以是无共种的。好，伫遮啊，看到，这就这这只，这只，就是这只，这就是这个火金菇。伊迄甲我看过无共款嘞。对啊，你感觉倒位无共款？伊这敢像无湿？无湿啦，对无？对，伊这就是这类的火金菇上特别的所在。色水无共款。对，有诶无共款，只是毋是只是。对，啊，伊这是创银这类的火金菇，啊，伊这种无的，就是无湿啦，啊，伊公的，就甲这生了完全无共款。无共款。嘿啊，这种难得的，这算得奖啊！因为我伫遮遮侪年，这是我看过第2摆尔。第2摆尔。所以哦，我知啊，你夜间的观察，就是你耳孔爱听，目睭爱看。对，其实就是爱甲身躯顶的这个感官拢甲拍开，去感受这个环境内底有啥物变化。哇，无想到这暗时嘛这尔闹热呢。阿高，你看有遮尔侪动物好朋友伫遮陪伴咱，
今仔日暗时中一暝到天光，咱是毋是足幸福的？透早起来足寒的咧，紧来叮当一下，阿狗，音乐放了，好，music。头叮当一下，做伙来，真少，阿狗，一步接一哩，用走起来，唔知影，来，行行的。啊，无共款的，行咯。爱划船哦，哇，划船，哈，看目镜，看，师傅来啊，哈，有了，看谁上厉害，记得。嘿，别讲哥哥。嘿，你看，遐个树啊，敢若亲像青花仔菜呢。嘿，真的呢。嘿啊，啊迄边啊，迄尖尖的像啥？尖尖的哦，圣诞树。其实一片树林啊，一座森林，有足侪种无共款的形。啊，关于这一个海拔2000公尺的树林，就会当看到至少2种的形。一种是天然的树林，有真叶树嘛，有阔叶树，真阔叶混合林啊。真叶树足侪拢会生做像圣诞树嘛，尖，对，尖。啊，若是阔叶树，安尼看起来就一步一步，对，咱土青花仔菜。啊，恁阁有看到迄一片全部拢是圣诞树的迄种树林啊？无？拢尖，嘿，全部拢尖。伊迄就是人去种的。迄阮就叫做人工林嘛，人工林。你看，一丛尖尖的树，一丛圆圆的树，这就是咱较拄仔看到的迄树嘛。咱会当较挖近来看因，啊，甲恁考试哦。你敢知影对一种伊会到伫较悬、较冷的所在？啊，我知。好，你讲。这丛尖尖是迄圣诞树，啊，圣诞树就是拢是较寒冬天的时阵嘛。所以应该是住在较悬、较冷的所在，对无？哦，无毋对。若是安尼，边仔这丛圆圆，伊是阔叶树，所以会住较低的所在，因为伤大可以爬袂起哩。哦，是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森林导览员爱知的知识有够多，爱了解森林，除了环境，还有食物嘛足重要的。不过，做一个导览员，是毋是嘛会拄到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？少年诶，你好，请问一下吼，你问。阮中昼食饭迄个所在啊，我有看到足侪鸟仔呢。哦，阮关武遮就是有足侪种足水的鸟啊。好，啊无我一种一种来甲你介绍啦。你看到毋是啦，我是想要请问吼，咱遮倒会当买着迄鸟仔饲了哈？我想要饲鸟仔啦。要饲鸟啊？阮遮的鸟啊，鸟啊，拢三家安尼吼，你嘛安尼感觉对无？三家啦。好，来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哦。咱关武遮有一个特有种，伊就生活伫一片树林内底。啊，伊会住伫倒位咧？恁会使先找看卖。敢有看到这？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少年的，我有问题啦。哟，啊无你讲看卖。这敢有好食哈？敢有好食？敢有好食？咱这特有种，而且佮保育类的是袂使食。5、4、3、2、1，Go！阿狗拍拍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狗，倒位我边仔这位是。我是碧忠。别种哥哥，你即马带我来这是倒位哈？咱即马是伫关武森林内底一丛足大丛的树仔骹。所以这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哦。嘛会使安尼讲啊，一般的人是毋知的哦，你毋通甲伤侪人讲。借问一下吼，咱这看起来敢若2位尔哈，欠一位哦。你是毋是做想要甲阮做伙倒的？好啊，无我嘛倒去倒。好啊。你呢？来，我剪者。哇，咱三个倒去食。哇，真舒适呢！真舒适的，佮倒下佮起来看无共款呢。真正对吧？
怎哪有这个通拖，而且拢袂叮当呢？这个通拖因本来就是生活伫咧阮遮的森林内底，毋过有当时因嘛是会无细蛎，就飞入来阮的游客中心。全无细蛎，就死伫咧阮遮。阮就会去甲遮的因的尸体捡的，收集起来，放咧阮的服务台遮，互大家游客知影讲原来阮的森林内底，因本来是足侪无共款的动物拢生活在里面这样。毕总讲，接手游客中心已经第3年啊，除了管理这个所在，训练导览志工以外，对关务其实因阁有足侪想法想要实现，嘛希望来遮甲因做伙工作的同事会用真心介意这个所在。因就是足用心的啊，足用心的嘿啊，我真感谢我是来遮交因做伙做工课。用心伫咧什么所在？亲像因拢会，咱拢毋是读这本科系，嘿对，所以因拢愿意甲恁栽培。嘿嘿。我感觉因办的活动拢足好诶，足好诶。对啊，就真趣味，真趣味而且因迄亲像明星嘛会，伊嘛会画图啊，伊嘛足厉害的。所以你会晓分享，对啊，阮会使互相学习的。对。敏琪，你哪会去教画图？就是咧休困的时阵，就想要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。像我就想要伫遮画图，嘿啊。休困的时阵呢，休困的时阵，你哪袂想好困互饱啊？毋过来山顶就想要看，甲山骹无共款的物件，四界行行。搁看看的。对。怪你会遮爱山。对啊。看你画。其实翁仔某做伙工课无简单，我有感觉。伊若是做伊介意的代志的时阵，伊就会发光，规个人会发光。其实你感觉伊足厉害，不过你无讲出来，伊就讲你是毋是感觉拢无做遐无够好？对。你即马都甲讲啊，你无伫的，你又讲。毕总，你好，我是你上水的某。对，我是你。我有话想要甲你讲。我感觉你足厉害的，其实你想要做的代志，我拢家己一个人嘛无通做，就是无法度做，就是两个人会当做足侪代志，搁有几个伙伴做伙做，才会当做甲即马咱会当较稳定，搁会当生囝。对，我感觉这就是。你会努力，你会拍拼，对，你会拍拼，互人会当有安尼的生活，安尼的工课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毕种因阿某拢做伙工课，甲会外囡仔带喺身躯边，带因伫咧山内底走来走去，一家伙仔不管时拢会当斗阵，互人足欣赏呢。搁有像你即摆有囡仔，还是别人的即摆的囡仔，你有啥物话想要甲因讲无？亲像咱家己是安那会去介意这片森林，一开始的迄个感觉，搁有想法，我想要互囡仔，细汉囡仔嘛拢会当体验过。因买手介意无介意拢袂要紧，不过因爱去体验去了解，我就是希望囡仔会当先行入去森林内底。先看看，讲就算讲伊讲，这树仔足大丛呢，这叶仔足水呢，我感觉这就是第一步啊。第一步。若是因有兴趣，感觉阮较过来甲伊讲介绍较多物件，互伊了解。对啊。一粒果，一丛树仔，经过导览员的介绍，就一个美丽故事。导览员甲咱介绍生态知识，嘛教你会晓尊重森林保护甲环境的重要。毕种上欢喜的，就是有一个真赞的牵手 Miki， 甲伊做伙拍拼，互伊上大的鼓励。经过导览，
用搁较熟悉、搁较介意咱生活的这片土地。毕竟哥哥，嘿我甲今朝有找到一项最适合你的物件要送给你呀。真好，佮有物件要送我。八仙果，顾老后的，啊你咧？哦，真好。大难的时阵，就要义讲话。又爱好我保养对，哦。啊，搁有一张啊，为恁三个啊，就是讲吼，三个人做伙打拼，最大的机会会用达成你的希望。哇，足感动的呢。希望你做伙打拼。谢谢。